好，列诗诶，作文题型，运用难的主义。作文，你讲什么？说谈到一堆，我手写我口，麻树像麻雀。要注意到，我们嘴巴怎么说客语，就怎么样把它书写出来。不过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书写客语汉字，客语汉字。客语汉字就像是这边的提示上面所写到的，标了嘢唔會做白嘅，標了嘢唔會去內裡了，標了嘢人嘅心情了嘅。每個人生活中要想將標了嘢發動嘅經驗同感受寫出來。這個是提示裡頭的客語文書寫。我們寫作文也是一樣，我手寫我口。我手寫我口，那這個題目是標了面。按照它的提示，我們就在答案卷的格線內用客語寫一篇150字以上的文章。中午的用是否要用打引子的文體下作，不可以用詩歌或是打油詩的方式來寫作哦，要不然就不算分。黑某秋某酸粉。接下来让大家来看一些大家容易犯的错误，希望能够避免这些错误在作文的项目当中拿到高分。还有也要让大家来欣赏一篇给大家参考的范文，怎么样用客语文来书写一篇作文。標了面，放假日。各位朋友，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各位介绍口语能力认证中级及中高级考试中笔试作文题型。笔试作文题型，刚才已经跟大家来说明过，作文就会谋数像谋篇，麻数像麻篇。华语就是我手写我口，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不过，因为现今我们大家的思考、阅读、写作都是以华语为中心，去思考、去写作、去阅读，所以对客语文的书写、阅读就显得吃力。那在作文常常发生的一些错误的样态，我们把它列举，整理了3种样态。第一种，书写华语同义词汇。俗下法音通用意思的词音。第一种，客语发音却用华语发音来找字，汉迷泛音再用法迷泛音起思，这样当然你就不能达到我手写我口的目标啦。第3种，这个字虽然客语发音相同，但是字义不符，所以講是我要思，我要思，改變漢迷泛音同體，我改變意思。模符合，以上呢3種嘅錯誤樣態，接着我這邊對你嘅作文考簡單個，3位嘅記憶同大家看。作文常見錯誤舉例，幫你熟悉這種常見嘅錯誤嘅舉例。接下來我會用客語來發音，原本就是要我手寫我口。講客家話寫客家詩，講客家話寫客家字。標了面，標了面，係2013年都當時開嘅，認真以標了面，大家都做得做自家想要做嘅事情。標了面，愛有啥事比我下番數，行我。有啥事同他人出去老山法，看讲讲的风景。在这2段文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3种不同颜色的注记，就代表它符合了上面3种错误的样态。標了面，它写的却是放假日，意思通，可是这个是標假日。喺2013年都當時開嘅。黑，这个是黑，这不是黑，傻，这个都是用华语
华语的撒去找出来的字，不符合，都很期待的。这是华语的说法。哎，你看看，懂体开，懂不是用这个字，黑也不是用这个字。做代也不是用可以，做代是用做的啊。可以做给思起，别知道，可以做给思起。标标念在我们词汇的书里面常常出现这些字啊，我们写的是人字边的有嗓子，这些有嗓子哦，很像很接近，事实上这是爽，这是爽，不是嗓啊。第一个卡关熟，这里是熟啊，熟养的熟，可是我们熟不能熟，这是书里的书，这不是书本的书。康引哦，有嗓子，统或卡引，这里是统，这是统罚的统，不是。同啊，没有木字边的同，所以一老长达啊，这是老是华语的音是老，可是我们用的是老长达啊，老长达是客语的老长达。宽讲感觉同音讲啊，这边是讲啊，很像很接近，事实上它都不是正确的客语书写。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怎么样做正确的一个书写呢？标标念，黑米三年都早起开嘅，現在以標念，大家都做得做自家想要做嘅事情。標念，愛有三事，比我下關數，談明白，有三事同我下嘢，出去老三法，看講嘅逢應。這才是我手寫我口的正確用字。我們嘴巴裡心裡面想什麼樣的客語，他就把書寫同樣的客語漢字，不要觀念混淆了。接下來我們再來做一個比對，這邊是錯誤的樣態，這邊是訂正後的一個版本。標念兩項都放假的，黑米散是黑白的黑用這個黑，米散用這個散，而不是用這個華語的這個散，不要華語客語混在一起。那麼寬俗意思要相符的是漢書當然這也是屬於是意思就不符合了。紅不卡念